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，您是否有想过，一颗看似简单的坚果究竟会在您的体内产生什么样的变化？大多数人从未深究过这一点。您肯定听过这样的说法：坚果对心脏有益，富含好油，应该用它们来代替垃圾食物当做零食。这话确实常听到，尤其是对于年过60的长辈来说更是如此。但有些事情您可能还没听说过。当您年过60，如果经常食用某些特定的坚果，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身体造成弊大于利的影响。根据最新的医学研究指出，一些常见的坚果可能会减缓认知功能，导致体内的发炎指数 inflammation markers 升高，使动脉血管变窄，甚至干扰药物的作用。更糟糕的是，有一种许多长辈常吃、误以为健康或低碳水化合物的坚果，其实含有可能损害肾脏、增加肝脏负担并加速大脑老化的物质。这种坚果现在很可能就在您的厨房里，甚至您这周可能已经吃过了。然而，几乎没人在讨论它对熟龄族群身体的实际影响。这正是我们制作这部影片的原因。我们要为您揭露4种可能会暗中损害60岁以上长辈健康的坚果，以及4种真正能促进健康老化的坚果。从改善血液循环到强化骨骼，甚至揭露一种几十年来被误传为护心圣品的坚果背后的惊人真相。我们会整了最新的医学研究、专业的饮食建议以及临床数据。如果您关心如何维持晚年的生活自理能力、记忆力和心血管循环，这可能是您本月看到最重要的一支健康影片。在我们继续之前，如果您不想错过这一系列关于长辈健康的重要资讯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按，同时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想法，告诉我们您最常吃哪种坚果，频率如何。每一则留言我们都会认真阅读。好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要谈的第一种坚果可能需要您彻底改变观念。我们来谈谈核桃。没错，就是那种大多数人认为对心脏健康、大脑健康有益，且被视为纯净饮食代表的坚果。它的外形长得就像一个迷你大脑。长期以来，核桃因其抗氧化能力、植物性蛋白质和欧米伽3脂肪酸含量而备受推崇。平心而论，这些赞誉确实有其道理。但是如果您已经年过60，您可能不知道核桃的另一面，那就是即使适量食用，它也可能是导致您血压升高、关节疼痛以及忆力变的模糊的原因。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欧米伽6脂肪酸，特别是核桃中丰富的亚麻油酸 linoleic acid。问题在于，虽然欧米伽6理论上是人体必需脂肪酸，但在体内它会与欧米伽3产生竞争。此外，现代饮食中欧米伽6的摄取量通常过高，这非但不能减少发炎，反而会引发发炎反应。这对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至关重要，因为我们的细胞在这个年纪更容易受到氧化损伤 oxidative damage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控制发炎的能力会变差，而慢性发炎正是从关节炎、阿兹海默症到动脉损伤等各种疾病的主要元凶。您知道吗？核桃中的欧米伽6含量几乎是欧米伽3的10倍。因此，许多长辈以为吃核桃是在平衡脂肪摄取，但事实上，他们可能正在让体内的平衡项增加发炎、倾斜，特别是如果他们平时还摄取小麦制品、使用植物油烹饪或吃加工零食的话，这不仅仅是发炎的问题，过量的
Omega-6，还会影响血管内皮细胞 endothelial cells 的功能。这些细胞排列在您的血管内壁，负责控制血液循环和血压。此外，发炎会导致动脉硬化，这正是许多常被极力想要避免的状况。首先澄清，核桃并不是坏东西，它们仍然含有镁、褪黑激素和多酚等有益物质。但是为了避免在60岁后对身体造成伤害，食用方式必须非常讲究。因此，如果您目前每天都吃一大把核桃，并认为这样很健康，您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一下。您可以改为这样做：每天食用不超过5到7个瓣瓣的核桃，最好是前烤或生的，绝对不要将它们与葵花油、大豆油或玉米油等植物油一起食用。饮食中一定要包含富含 Omega-3 的食物，如其亚子、亚麻籽或鲑鱼。请将核桃存放在冰箱中，因为核桃油很容易氧化变质，这会加剧对身体的刺激。此外，如果您每天都吃核桃，而您正好有不明原因的高血压、关节疼痛、饭后疲倦或脑雾现象，核桃可能是原因之一。好消息是，只要减少摄取量或是当掉整平衡，短短几周内，您可能会发现血液循环、体力和思绪清晰度都有明显改善。我们不需要完全不吃坚果，但您必须知道哪些食物适合您的身体，哪些在暗中与您作对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解释一种更狡猾的坚果。每一个生酮饮食的零食清单里都有它，因为它看起来很纯净。然而，它可能会阻碍钙质吸收，并使血糖飙升。让我们来谈谈腰果，它们口感绵密，质的奶油般滑顺，常出现在生酮友善的点心棒和高档健康礼盒中。然而，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，腰果可能是最具有欺骗性的坚果之一。原因如下：乍看之下，腰果似乎无害，它们味道极佳，既不会太硬，也不会太油。但是那种奶油般的口感背后，隐藏住对长辈的3重危险，特别是对于那些正在应对消化问题、肾脏问题和血糖问题的人来说。首先，我们来谈谈血糖问题。大多数人不知道，腰果的升糖指数 （glycemic index） 比几乎所有其他坚果都要高。每样丝腰果含有近9克的碳水化合物，却几乎没有纤维来平衡它。这意味着它们比开心果和桃或杏仁更容易导致您的血糖快速升高。这是大多数长辈无法承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中，有相当高比例患有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。此外，即使是轻微的血糖波动，也可能导致情绪波动、疲劳、脑雾，并对心脏、肌肉、神经和眼睛造成长期损害。这还只是第一部分，接下来是草酸盐 （oxala） 含量。腰果是草酸含量最高的坚果之一。草酸是一种天然物质，会与钙结合并在肾脏中结晶。没错，我们谈论的就是肾结石。60岁后，您的肾脏功能会变得更加敏感。如果您已经有服用血压药物、脱水或泵受限的问题，风险就会增加。腰果不仅会阻碍钙质吸收，对某些人来说，它们甚至会导致体内钙质流失。在严重的情况下，这可能导致骨质疏松症、关节疼痛和骨骼脆弱。第3点是毒素处理的问题。市面上所谓的生腰果并非完全是生的，它们必须经过蒸煮或烘烤，以去除一种与毒藤荟松以及
中相同的物质。7分，A， 是的，腰果生长的外壳中含有一种名为树脂的毒性物质，在坚果出售前必须彻底去除这种物质，这通常是通过工业加工处理的。然而，仍可能有微量残留，即少数情况下，经常吃腰果的敏感体质者会出现过敏反应或消化问题。让我们回顾一下，腰果可能含有加工残留物，增加肾结石风险，干扰钙质代谢，升高血糖，而且非常容易让人吃过量。您可能没意识到最后这一点有多重要。由于腰果味道温和，口感滑顺，它是最容易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的坚果之一。当您面临代谢变慢、消化功能老化和胰岛素阻抗增加时，那一把腰果带来的负担会迅速累积。那么该怎么做呢？如果您喜欢腰果，不必惊慌，但请务必谨慎，将每次的分量限制在1盎司以内，大约是16到18克。绝对不要吃油炸或腌制的，请选择无盐前烤的品种，避免将它们与含有额外糖分或果钳的混合果钳 trial mix 一起食用。最重要的是避免每天吃，减少到每周只吃1-2次，将有助于平衡血糖，保护肾脏，并减少发炎。此外，如果您在吃完零食后感到昏昏欲睡、胀气或莫名关节僵硬，腰果可能就是罪魁祸首。好消息是，有更好的替代选择。接下来我们要检视一种大多数人从未怀疑过的坚果，它看起来昂贵、精致且无害。然而，对于有循环问题的长辈来说，那可能是一颗最糟糕的饱和脂肪炸弹。您猜对了，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夏威夷豆 Macadamia nuts， 它可能正在悄悄地为您的心脏施加压力。它们口感浓郁，油脂丰富，是市面上最昂贵的坚果之一。然而，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夏威夷豆也可能是最危险的选择之一。是的，它们确实美味，那种奶油般的口感颓废而奢华。确实，夏威夷豆含有一些有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，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。另一半是关于脂肪在老化身体中的作用。首先，让我们谈谈大多数人没想到的是，夏威夷豆是热量最高的坚果，1盎司含有超过21克的脂肪和约200大卡的热量，这比一份开心果或杏仁的热量高出2倍多。您可能会问，但这是好油，对吧？问题就在这里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新陈代谢会大幅减慢。简单来说，您的身体处理热量的方式已经不再像30或40岁时那样了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不控制分量地经常食用这些高热量坚果，很容易导致体重增加。而在60岁后，体重增加不仅仅是外观问题，过多的体脂肪会增加罹患第2型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关节压力，甚至行动能力下降的可能性。不仅如此，夏威夷豆的饱和脂肪含量很高，每盎司达3.4克，这远远超过许多常被日常应摄取的量，也比大多数其他坚果都高。为什么这很重要？因为饱和脂肪会增加坏胆固醇 AD， 降低动脉弹性，并增加动脉粥状硬化 atherosclerosis 的风险。这与您60岁后想要的健康目标完全背道而驰。更糟糕的是，夏威夷豆经常以大包装出售，没有任何分量控制标识，并且常被过度腌制或用劣质油脂烘烤。这些额外的油脂和盐分会加剧发炎，特别是对于患有高血压、
水肿或消化缓慢的长辈而言，让我们花点时间谈谈消化。由于夏威夷豆密度极高，需要大量的胆汁分泌才能分解。然而，许多60岁以上的长辈胆囊功能较弱，甚至已经切除了胆囊。这意味着夏威夷豆中的脂肪可能会未经消化就停留在胃中，导致为食道逆流、胀气、恶心，甚至营养吸收不良。此外，如果您有胆结石或做过胆囊手术，夏威夷豆是您能吃的最糟糕的坚果之一。它们也非常坚硬，对于牙齿脆弱、装有牙冠、牙桥或假牙的70岁长辈来说，这是一个严重的风险。没人希望咬一口坚果就崩断牙齿，这是一个现实问题。由于夏威夷豆价格昂贵，许多预算有限的长辈会购买在货架上放了几个月的特价包装。成就夏威夷豆中的氧化脂质所带来的发炎风险远超过其营养价值。此外，氧化脂肪与细胞老化、认知功能下降和动脉壁氧化压力升高有关。那么，夏威夷豆是邪恶的吗？并不完全是。如果您身体健康、活动量大，并且适量食用，它们可以纳入饮食中。然而，对于大多数长辈来说，它们的好处太少，风险太多。您可以改为这样做：如果您喜欢它的味道，请将每周摄取量限制在4到5克以内，只选择浅烤、无盐的品种。绝对不要将它们与甜点、葡萄酒或其他高脂肪食物一起食用。此外，如果您食用后出现脑雾、消化不良或胀气，请立即停止食用。更好的做法是改吃更容易消化、负担更轻且纤维含量更高的坚果，比如杏仁或开心果。我们接下来将详细讨论这些，因为我们终于要进入这部影片的好人阵营了。让我们从一种能帮助肠胃排便顺畅、降低胆固醇并强化骨骼的坚果开始。我们来谈谈杏仁。在讨论了某些流行坚果的危险之后，我们要介绍一种如果您年过60，厨房里绝对应该常备的坚果。我指的是杏仁。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方便又脆口，杏仁是对长辈来说营养密度最高、最全面的坚果之一，特别是在胆固醇控制、大脑保护和骨骼健康方面。让我们深入分析一下。60岁后，骨质流失成为一个无声的威胁，无论男女，髋部、脊椎和手腕的骨密度都会开始下降，跌倒的风险随之增加。此外，骨折可能导致长期住院和不可逆的行动能力丧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杏仁表现卓越。营养师约23克杏仁含有超过 3.5 克的纤维、97毫克的钙，以及满足您每日需求近 20% 的镁。为什么这很重要？因为钙和镁的结合能强化您的骨骼。然而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镁所扮演的独特角色。镁就像是钙质的交通指挥，它会引导钙质进入您的牙齿和骨骼，而不是沉积在动脉中形成有害的斑块。换句话说，杏仁不仅能保持骨骼健康，还有助于心脏保护。此外，如果您被医生处方服用钙片，请务必小心。如果没有摄取足够的镁，那些钙可能会跑到错误的地方。食用像杏仁这样的原型食物，有助于身体正确吸收和利用这些营养素。好处还不止这些，杏仁还含有能支持好胆固醇、HDL 水平并降低坏胆固醇LDL 的好脂肪维生素。这是一种对大脑和皮肤强效的抗氧化剂，以及存在于杏仁皮中的类黄酮 flavonoid
能加倍抗氧化效果。让我们花点时间谈谈记忆力。根据美国卡夫茨大学 Tufts University 的一项研究，经常食用杏仁能改善老年人的记忆回想能力，减缓认知功能衰退，并减少大脑的氧化损伤。这非常重要，因为记忆力衰退是长辈们最担心的问题之一。此外，即使是像在日常饮食中加入杏仁这样微小的调整，也可能带来显著的差异。那么，正确的食用方式是什么呢？这是我的建议：将每日摄取量限制在15到20颗杏仁，生吃或全烤皆可。避免吃盐渍的版本，因为那会导致血压升高和水肿。请务必细嚼慢咽。对于有吞咽或牙齿问题的人来说，整颗杏仁可能有噎到的风险。如果您咀嚼困难，可以尝试杏仁酱，磨碎的杏仁粉或将其加入果昔中。额外的小撇步，确保吃带皮的杏仁。果皮中重要的类黄酮能增强维生素 A 的抗氧化特性。杏仁确实能支持规律的消化，每份含有3.5克的纤维，这可以缓解困扰近40%。65岁以上成人的便秘问题。最后，由于其低升糖影响、丰富的纤维和健康脂肪，杏仁有助于稳定血糖。因此，如果您有体力下降或血糖飙升的困扰，杏仁是您每天可以吃的最健康的坚果之一。不过，别过量了。如果不控制分量，即使是健康的坚果，吃太多也会导致胀气或体重增加。总而言之，长辈应该养成吃杏仁的习惯。它们营养丰富，负担轻，并能支持60岁后所有重要的生理机能，消化、心脏、大脑和骨骼。接下来，我们要介绍一位绿色且常被忽视的无名英雄。让我们来谈谈开心果，以及为什么它可能成为您在控制血糖和血压方面的新好朋友。这些带有小外壳的鲜绿色坚果，可能是针对长辈健康最被低估的坚果。我们正在谈论的开心果，如果您年过60，它对您的益处可能超出您的想象。让我们从它最显著的优点开始：血压支持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控制血压变得至关重要。血管硬化、体液滞留和药物副作用都可能导致血压升高。超过63%的60岁以上长辈已经患有高血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开心果表现优异。与高脂肪粘果或盐渍零食不同，开心果天然富含钾，每盎司285毫克低钠，并充满能放松血管的植物化合物。根据发表在高血压 Hypertension 期刊上的一项临床研究，开心果实际上可以将收缩压降低多达5毫米汞柱，这相当于某些温和药物的效果。而且与药物不同，开心果只有令人愉悦的酥脆口感，没有副作用。现在让我们谈谈循环。开心果中富含一种叫做 A 精氨酸 L-arginine 的氨基酸，它有助于产生一氧化氮，使血管保持弹性和畅通。这可能会改善心脏功能，减少腿部抽筋，并提供更好的氧气供应。因此，如果您因循环不良而感到寒冷或行走困难，开心果可以自然地促进血液流动。然而，除了循环之外，还有其他理由让您爱上这些绿色宝石。开心果富含叶黄素 lutein 和玉米黄素 zeaxanthin， 这2种胡萝卜素能保护您的眼睛，特别是视网膜中心的黄斑部，这正是让您拥有清晰视力的关键区域。
这一点意义重大，因为60岁以上成人视力丧失的主因就是老年性黄斑部病变 （AMD）。虽然胡萝卜通常备受关注，但开心果提供了随着年龄增长维持眼睛健康所需的关键元素，让您能阅读、开车并看清您所爱之人的脸庞。另一个好处是血糖调节。开心果含有蛋白质、纤维和健康脂肪的合理组合，且升糖指数低，因此与高碳水化合物零食不同，它们不会让血糖飙升。根据一项研究，开心果实际上能将饭后血糖上升幅度降低多达30%。对于25%患有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的长辈来说，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好消息。现在让我们谈谈分量控制和安全性。与夏威夷豆等硬坚果相比，开心果较软且更容易咀嚼，较不易伤害脆弱的牙齿、假牙或牙关。剥壳的过程会让您吃得比较慢，这有助于避免过量进食，所以它本身就具有自我限制的特性。这不仅仅是有趣而已，还有研究支持这一点。根据发表在国际肥胖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的一项研究，需要剥壳吃开心果的人总体热量摄取较少，因为果壳的视觉堆积能提醒他们已经吃了多少。这对于试图控制体重、血糖和分量的长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。以下是一些享用开心果的聪明方法：选择薄盐或无盐的品种，将每日摄取量限制在49颗开心果左右，大约是1盎司，将它们存放在阴暗凉爽的地方。如果您有吞咽困难，请务必彻底咀嚼，并将其冷藏保鲜。还记得那些鲜艳的紫色和绿色吗？它们不仅仅是好看而已。它们来自有机抗氧化剂，能对抗从大脑到心脏再到皮肤的老化和细胞损伤。结论是，开心果是老年人最好的坚果之一。它们能降低血压、控制血糖并保护眼睛，而且完全没有消化那些沉重油腻坚果的困难。接下来是坚果界的另一个温和巨头，让我们来谈谈榛果，以及为什么它可能是保护心脏和减少大脑发炎的秘密武器。大多数人将榛果与巧克力酱如 Nutella 或甜点配料联想在一起，但是如果我告诉您，这种常在零食区被忽视的普氏坚果，可能是老年健康最强大的盟友之一呢？榛果天然带有甜味、泥土香气，且口感丰富。然而，特别是在60岁后，它们真正的价值在于对身体内部的作用。让我们从最重要的开始：大脑保护。大脑的氧化压力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。这是由自由基引起的缓慢损害。自由基是不稳定的微小分子，会破坏健康细胞并加速老化。榛果是维生素，特别是阿尔法生育醇 （alpha tocopherol） 的最佳天然来源之一。这种抗氧化剂对于维持神经功能、降低神经退化性疾病风险、保护脑细胞和减少认知能力下降至关重要。根据2020年发表在《营养学 Nutrients》期刊上的一项研究，长期食用富含维生素 A 食物，如榛果的长辈，其记忆保持能力较佳，脑部萎缩的情况也较少。这可不是小事。但榛果不仅对大脑有益，它们也有助于心脏。心脏在60岁后需要所有的支持。榛果含有酮和锰，这些矿物质能促进血管弹性和氧气输送，含有镁以帮助控制血压，以及能降低坏胆固醇的单元不饱和脂肪。这种组合能保持动脉更有弹性，增加循环，并降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几率。
此外，与其他坚果相比，榛果更容易被肠被消化。相较于高脂肪的选择，它们较不易引起胀气或为食道逆流，比杏仁软又比夏威夷豆好咬。对于任何有牙齿问题或消化较慢的人来说，榛果能以更温和、安全的方式提供相同的心脏和大脑益处。不可忽视的是，它们在皮肤健康和抗老化方面的功能。榛果富含天然油脂，能增强皮肤保湿和弹性，含有类黄酮可减少发炎，以及叶酸有助于细胞再生。因此，无论是对皮肤、动脉还是记忆力，榛果都能由内而外带来益处。以下是如何最大化其效益的方法：每天食用约20颗或1盎司的榛果。选择无盐浅烤的品种，寻找那些还保留外皮的坚果，深色外皮中含有强效的类黄酮。如果咀嚼困难，可以尝试榛果酱或将其加入果昔中。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秘诀，莓果是另一种美味的补脑食物，与榛果非常搭配。莓果含有维生素，其能提高身体对维生素 A 的吸收率。将一些榛果拌入一碗蓝莓中，就是真正的常备超级点心。让我们回顾一下，榛果支持健康的皮肤、循环、胆固醇、大脑功能，甚至细胞防御。它们不赶流行，也不张扬，但在60岁后，它们是您可以食用的最全面的坚果之一。在讨论了4种最好和4种最坏的坚果之后，现在是最后一个部分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把所有内容整合起来，提供科学支持的每日坚果摄取方案、简短的复习以及一些额外的饮食建议，帮助您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保持强健、聪明和独立。让我们把这件事做好。现在您已经了解全貌了。您知道，并非所有坚果都是生而平等的。那些您以为有益的坚果，可能弊大于利。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我们讨论过的主题。长辈应避免的4大坚果：60岁以上，花生容易产生霉菌毒素、黄曲毒素和引起发炎；腰果会使血糖飙升并增加肾结石风险；夏威夷豆含有高密度的饱和脂肪且难以消化；松子原文田赋此处补充为总结点，可能会干扰药物作用，影响味觉，并引发体重减轻。适合长辈的4大坚果。现在您知道哪些坚果对骨骼、消化和维生素摄取有意义，以及哪些应该限制。让我们来谈谈如何制定每日坚果摄取惯例，以改善精力、循环和长期的生活自理能力。杏仁对骨骼、消化和维生素 A。鸡荚、核桃若少量食用，可支持大脑健康和睡眠。开心果能降低血压，保护视力和稳定血糖。榛果有助于保护心脏和大脑。您的1日完美坚果计划如下：60岁后，早餐吃10到15颗带皮杏仁，您也可以将它们加入燕麦片或优格中。将它们打入果昔，或在下午1点到2点之间作为午间点心。下午吃1盎司开心果，大约49颗，薄盐或无盐皆可。剥壳过程有助于分量控制和正念饮食。晚餐前后吃5到7个半和毫升的冷藏保存的，可选择与莓果混合食用，或在睡前1小时食用以改善睡眠。每周可选的额外补充，每周2到3次15颗浅烤榛果，非常适合搭配一份水果或花草茶。每日应避免的事项：花生，特别是市售花生酱。如果您有肾脏或血糖问题，请避开腰果；如果您有胆囊问题，请避开夏威夷豆；如果您正在服用处方药物，请避开松子。您不必一次全部照做，但科学证明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微小的改变也能产生巨大的影响。所以，保护您的心脏，保护您的大脑，并保护您的独立生活能力，
就从手中的一把坚果开始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您有帮助，请帮我们按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获取每周的常备健康资讯，开启通知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下一支影片。并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从今天开始您要改变哪一个小小的饮食习惯。请记住，塑造您未来的是您每一天吃的食物，不是那顿欺骗餐。cheat meal 不是节日的甜点，而是那些安静的小习惯。比如当您饿的时候，您伸手拿的是哪种坚果？您的经验可能会给其他人带来灵感。如果您知道生活中有任何人，无论是父母、朋友或邻居，会觉得这些资料有用的话，请分享给他们，让他们看看这支影片，这可能会改变他们明天的健康状况。感谢各位关心健康的朋友收看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。